哎，就是蓝色瓶子那一种。这个是用那个紫色瓶子那一种药水搞的。这是第3个了，你看这个先锋，那手机搞得这么近，它都没知觉了，它已经失去知觉了。这个先锋，这个先锋，看吧，这是味道瓶子，这是前天下午放的，昨天1天，今天上午8点钟，你看这个先锋全部死在里面了，看你看，看这个先锋，你看它已经失去知觉了，这个先锋，这掉到地下了，地下全部帮老蚂蚁给抬走了，你看这地下，是不是全部掉到地下了？放在上面。